来关心环境，这韩国的宪法法院顶礼拜做出一个判决，法院是裁定政府要明确定出2030年以后的减碳目标，若无就算是违宪。这也是亚洲国家的第一例。论真来讲，要减碳上直接就是扣碳钱，亲像咱台湾9月初9要开碳钱会议，环团表示，若扣伤少，企业感觉无要紧、无影响，因就无可能减碳。南韩大约有250位环保人士指控，面对气候变迁和减碳，政府定的碳中和基本法欠缺明确的做法，侵犯基本人权，所以向法院提出违宪申诉。今年8月29日，南韩宪法法庭裁定政府违宪，要求政府和国会要完成修法，定出具体的减碳时程和目标。 정말 여기서 끝도 아니고 어떤 판결이 난다고 해도 기후위기 대응은 여기서부터 시작을 하는 건데 위기가 심각한 것에 비해서 아직은 너무 느린 것 같아서. 后来，南韩政府嘛发表声明，表示会提出修正计划来施行。实际上，台湾在2021年就有头一件气候诉讼，绿色和平环境法律人协会等等的环保人士，针对经济部定的用电大户条款上令拖慢能源转型和减碳提起诉讼，一审全团败诉，搁提控告，到顶个月2审发回警审。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的理由是说，人民或者是团体对于政府的政策是没有请求权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未来政府的政策无论在怎么样子的减碳消极，人民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正当的司法管道可以去寻求救济的。 另外，环团嘛指出，目前咱国面对减碳上大问题，就是碳钱要安怎扣。伫咧9月初9，环境部特别召开碳钱会议，就惊讲定上价无法度促进企业积极减碳。咱来看哦，至少要有500块以上啦。每一栋碳拢爱收到这个碳钱，啊，这碳钱才会使回到咱的减碳的使用嘛。因为即摆碳费，就算讲互厂商拍2折啦，佮有啥物优待，但这个碳费就好啊，我就要去减碳。即摆问题就是安尼。 另外，环团嘛提醒讲，各来像惠达、美超为一寡科技产业要入来台湾，在国际企业拢有加入RE100%再生能源倡议。若准台湾无稳定的绿电供应链的厂商伫咧减碳无法度对着国际要求，安尼面对其他国家的竞争，咱将有可能会失去市场。环团是呼吁政府要提出强势的政策和做法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